即停止勸話。答問大會演變成追訴大會，未兌現嘅政綱、未解答嘅疑問，一一向特首算賬。你作為行政長官喺任內收取 UGL 400萬英鎊，你有冇向首席大法官申報利益？你有冇喺行政會議申報利益？呢件事呢，我哋過去已經解釋多次，我喺呢度呢係冇補充。外國勢力顏色革命有證據，適當時候會公佈。而家過咗1年，跟住全民退保就3年，標準工時啊又係3年。你答啊，你自己解一題容易啲嘅答啦。剛才佢提嗰幾條，我數唔到係咪5條啦。事實上，我同特區政府嘅同事呢，都經常喺立法會同埋向全社會係解答嘅。咁啊唔得啦，我要送個鐘俾大哥。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。陳偉業議員、陳志全議員立即離開。3年幾以來，倒行逆施，搞到天怒人怨。黃毓民議員，我而家問緊問題，你唔好暫亂過病。你細佬俾人搞啦，點解佢翻親大陸都要唱衰香港？嗱，我就好多選民俾壓力我嘅，佢就叫我問佢一個問題，講咗好耐嘅啦，就係問佢幾時死啊？黃毓民議員正話係咪有冒犯啊？請主席你喺度評價一下係咪冒犯？黃毓民議員嘅發言，我認為行政長官呢係完全係可以回應嘅。行政長官，主席，牢騷太盛放長端，希望黃議員健康長壽。建制、泛民兩大陣營嘅工會都追問幾時取消強積金對沖。你嘅時間表係點呢？你準備到幾時呢？我哋呢一屆立法會嘅任期仲有1年。喺呢個階段呢，我哋唔能夠俾任何嘅承諾或者係明示暗示俾大家，政府會採取個咩方式。我哋希望咧大家唔好淨係企喺自己個位嗰度嚇，根據資方勞方嘅立場企喺自己個位度，大家盡量向中間行。勞喺呢邊，資喺邊，咁你喺邊啊？特區政府呢唔偏幫任何一方面，我哋既唔係商家嘅政府，亦都唔係淨係基層嘅政府。有啲老大難嘅問題，我哋係需要時間去做。哇，好驚！佢話要有時間去做，你咪即係話要連任啊？你唔好嚇我啊！而家冇時間啊！少啲立場性或者係陰謀論嘅一啲言論嘅話呢，凝聚咗社會共識之後呢，無論將來邊位做立法會議員，喺邊位做行政長官，我哋會繼續向前行。梁振英又澄清，早前有報道話，出年施政報告會宣布取消對沖機制，絕對唔係政府放風。有線電視記者楊曉鳳報導。